市员吴通良由前民进党台南县党部主委蔡尔汉的陪同之下，24日前往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办理初选完成登记。这是小15年。小15，没错吧？对，15年好来。登记完成后，议员吴通良也来到地检署，市林申告另外一位同选区的议员参选人，因为伊伫网络顶指控伊贪污，要来申告伊加重诽谤。陪同的立委陈廷辉表示，党内的初选应该是良性竞争，结果出现伫网络顶抹污，只好以送纸棒。初选不要斗得过头，所以才中常会结束没多久的时间，马上就有同志在脸书当中直接指名道姓，而且是违反整个事实的状况哈。那他就是用了这个照片，然后甚至虽然眼睛打上马赛克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在指名吴通龙议员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他说歪歌助理费，那这个部分是孰可忍孰不可忍。从我们给记者的资料里面看得非常清楚，判决书已经撤销了所谓助理费贪污的部分。那已经撤销了这个部分，也就表示我们的司法证明吴通龙议员并没有去诈领助理费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可是为了党内的选举，为了初选，不惜伤害同志，只是为了要得到自己要的那个位置，所以这是非常让人家遗憾的。即摆的少年人为着伊家己的利益也好，为着伊的未来迄个位嘛好，不惜来伤害对方。我感觉这款行为呢是非常痛心，嘛非常的可耻啦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互相残杀，才能得到你的位吗？为什么都不用正当手段的手段，用正当的手段来争取到你百姓对你的肯定？为什么用这个要打人别人的肩胛头来得到你家己的？这一款情形，我感觉是非常的可耻，甚至呢，像这款人照交共好做的人，未来伊要安怎有啥物资格通来做百姓，为百姓服务，为百姓口述的？议员吴通良表示，参选人应该要提出对着选区内的规划，以及如何为选民服务来争取认同。对着对手的抹污，伊会更加坚强，全力来争取连任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